大家好，隨住疫情同埋社會風氣轉變，網上購物已經成為常態，而當中有一個模式更加係引人注目，就係直播帶貨。點解我哋會願意用時間喺網上面睇一個人推銷產品，而唔係自己上網慢慢挑選同埋價格呢？而呢個問題亦都係我哋今日討論嘅核心。直播帶貨係指經過直播平台，例如淘寶、抖音或者亞馬遜，主播喺上面即時展示產品，而引導觀眾即時落單。而新興行業嘅發展係離唔開設備嘅發展嘅。電視購物可以話係直播帶貨嘅前身，喺電視上面推銷產品，然後再由觀眾打電話落單。但係呢個形式有一定嘅限制性，因為佢係單向，觀眾淨係可以睇而唔可以問。而直播帶貨正好可以打破呢一種嘅限制，喺線上購物再加埋網絡互動，就會形成一個雙向互動嘅購物形態。艾信諮詢喺2024年嘅報導指出，2023年嘅中國直播電商市場規模達到4.9萬億元人民幣。當網上購物已經成為日常嘅時候，直播帶貨又憑乜嘢去創造一個咁驚人嘅數字呢？直播帶貨嘅成功關鍵可以分為兩點，第一點係產品嘅吸引力，而第二點係直播間嘅吸引力。先講下產品嘅吸引力啊。傳統嘅購物形式，傳統嘅網上購物形式係會比較單調，因為佢嘅圖片可以編出嚟，同埋 AI 生成，去令到圖片同埋實物可能有嚴重嘅不符。而直播帶貨更加傾向為眼見為憑，主播當場試着、試用、試食，可以模擬翻真實嘅購物體驗，去消除消費者嘅顧慮。而且有一啲嘅主播亦都會進行現場實測，去挑戰產品嘅極限。例如，如果係賣行李箱嘅，就會喺上面跳；如果係賣毛巾嘅，就會試下吸2升嘅水。並且直播間嘅產品亦都係以性價比高嚟做賣點，佢哋可能會推出一啲價格優惠或者係直播抽獎嘅形式，去令到直播間嘅產品比其他網上購物嘅平台更加平，而且亦都會有限時嘅壓力。佢哋用一啲全網最低價、賣完不保、直播限定優惠嘅標語，去洗腦觀眾唔買就係蝕底嘅概念，去令到觀眾衝動下單。但係最好嘅產品，如果直播間本身留唔住人，咁亦都係徒勞無功。所以第二個關鍵就係直播間嘅吸引力。平平無奇嘅直播間係難以吸引人流駐足嘅，所以主播嘅親和力更加可以同觀眾產生信任。當主播用一個比較生活化嘅語氣同你講嘢，而並非個命令式嘅語氣，咁你就會更加容易將佢歸類為朋友，而並非推銷員。而且有一啲嘅商家亦都會聘請關鍵意見領袖或者係網紅喺直播間度帶動銷量。以香港為例啊，香港著名嘅歌手容祖兒同埋 Twins 亦都曾經試過直播帶貨。觀眾因為名人效應，所以佢哋會信任佢哋嘅聲譽，從而信任產品，從而落單。而且娛樂元素亦都係好重要嘅一點。喺主播會賣才華，例如係唱歌、跳舞，甚至係戲劇，佢哋會飾演情侶檔，可能嗌交或者係鬧觀眾嘅形式都有，為嘅只係喺千篇一律嘅直播間入邊脫穎而出。而且喺除咗娛樂元素之外，人情味亦都係一個更深嘅意義。有時候我哋睇直播唔係因為想買嘢，而可能係因為覺得無聊、孤獨，想有人講下嘢。而直播間就可以提供一個另一種形式嘅陪伴，去觀眾留言、回應同埋投票，去令到觀眾有一種參與感，而並非被動咁接受資訊。例如可以問同我身形相似嘅主播係着咩尺寸嘅衣服，或者係呢一種嘅化妝品用喺敏感肌上面是否適用，可以令到觀眾有參與感之餘，仲可以節省佢哋搜集產品資訊嘅時間。直播帶貨縮短咗由有興趣去到落單嘅決策途徑，加上即時嘅互動同埋產品嘅折扣，可以令到銷售率提高。
令到成個嘅購物過程更加個人化同埋令人興奮。以有中國最紅主播之稱嘅李佳琦為例啊，佢喺雙十一嘅購物節直播咗12.5小時嘅銷售額已經高達106.5億元人民幣。呢個數字係阿里巴巴當日總成交額嘅2%，可以看見直播帶貨嘅經濟效益有幾咁顯赫。但係呢一種嘅成功往往伴隨住衍生嘅問題。為咗吸睛，有啲主播會用一啲誇張或者爭議性嘅手法去吸引人哋留意佢哋嘅直播間。但係呢一種嘅手法可能會被模仿，因為根據社會學習理論，當人係會觀察同埋模仿一啲被獎勵嘅行為，當嗰啲吸睛嘅行為被標榜成為真實或者敬業嘅時候，甚至為佢帶嚟流量同埋收入，咁就會引發更加多嘅主播去模仿。到時影響嘅可能唔單止係直播嘅生態，甚至可能係成個社會嘅風氣。喺呢個情況之下，平台有冇責任呢？觀眾有冇責任呢？社會又應該點樣回應呢？呢啲問題係冇標準嘅答案，但係都值得我哋嘅深思，因為我哋嘅每一次點讚同埋落單，都係我哋喺度用行動去為自己鍾意嘅直播模式投票。我哋翻返一開始嘅問題啊，點解我哋會願意喺網上面聽一個陌生人講產品，而唔係自己上網慢慢揀呢？原因係佢補翻咗平時網購冇嘅人情味。網絡將人嘅距離拉遠，而貨品靠真實去建立信任，主播靠親和力去提供人情味，兩者結合變成一個溫暖而且有回應嘅購物體驗。但係喺享受直播帶貨便利嘅同時，我哋亦都要適時抽離，成為一個理性嘅消費者。多謝。